通化歌舞推广协会，今日来举办了高雄舞团客家战役新风貌。欢迎大家今晚来参加，我係美花，我係琪琪，按子些大家，本陽太師家，送上六七家，鼓勵嘛？來，眾神鼓勵，這裡今日非常嘅歡迎所有一啲貴賓，個人嘅所有嘅好朋友，今晚來參加今日非常濃烈嘅法套，呢個法套今日係算第一場嗬，除非只有一場，嚟咗就進行嘅嗬。唔會查。嗱，家下咧大家有落啲地方看嘛？你尤其是110嘛？有嘛？有拜年跳數，有拜年跳數，有拜有保庇。冇拜，細一拜，我哋好保平安，保健康。那個老杜學有成立到安尼客家嘅除非有客家美食咧，或者就呈現對，有客家嘅勞動是啲嘅，客家工藝品，有中茶嘅茶酥，好，因為有牛鴨。大家有嘅米樂，也有嘅磨蘭，甚至也有客家嘅手工包，做客家法布做嘅啦，係看到動到長出啦，動到長出，唔啊，安尼個如果我們嘅客家聽我來分享，最主要就將呢老頭擺嘅東西，嗰啲安尼客家新嘅東西來做個推廣。茶家有檸茶嘛？有，乜家好茶？東方美人茶，東方迷人茶，烹房茶，那個東方冇烹房咯。你都去睇到烹房。今天非常愛什麼？安尼的主辦單位，安尼個我們的主辦單位是苗栗童話歌舞推廣協會。更要謝謝我們的林展毅老師。林老師在哪裡？歡迎我們林展毅老師。順龍大家，今日熱烈要到好展翼新風貌因為兩位客家美人的貼配的來指演來跟我們做一個活動的預告。希望呢大家還是一樣都讓老師的人帶動所有的客家嘅文化性的節目傳承供養大家嘅犧牲人員嘅。意思到了咧，我哋冇改變所以咧，講嘅客家話有啲會喺度出拳糖，冇乜嘅糖係落嚟，但是唔做牛奶咯，聽好客家話好，順豐大家我要期望今年咧讓你所有發通順利利，一順豐菜場嘅所有嘅壯觀一條將姻緣啦、光鮮啦個淑芬啦、個永賢一條我因為今年嘅到好一次來呢，我們的活動一直要到6點左右，所以呢，中間還會有很多的我們的民意代表那些來關心那什麼？那我們這個請賽場現在有了，我們的請林永賢的陳議員還有我們2位陳議員請上台，還有我們的秘書請上台。好，謝謝。非常歡迎苗栗1年陳永賢的夫人我們的葉姐，以及的陳光憲議員，還有副議長張淑芬的秘書，非常的歡迎你們。好，那你鼓勵大家眾賞，掌聲鼓勵。我感謝安尼今年我們最辛苦的展翼老師我們2位美麗的主持人，我們總幹事，還有安尼彩場所有今日來參加的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大家好。當歡喜安尼大拜當年看到安尼展翼老師這個非常費盡心力一直不斷的在推動我們這個客家文化，還有我們的這個客家的這個音樂創作啦大拜託天師客家天師團這個看到安尼老師同佢做評審啦那我也非常的開心啦雖然講較後生但是對安尼客家的文化、安尼客家的歌曲、安尼客家的語言雖然講從細的時候啦安尼學校的教育無講按到客家話，但是頭不卡按迄親兩位啦阿公阿婆爸爸媽媽講客啦雖然講都唔係動章還要好好的再學習但是兩位親兩平等安尼的前提我們前輩這些一起來推廣我們在地這個客家的這個
很优质的这个文化哈。啊，今天会哈喊起回来啦，你采访的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各位哥哥姐姐哈，还有我们老师们哈，说一声哈，大家辛苦了哈，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哈，一起来发扬我们的客家文化，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台港，谢谢。来，安先生，光鲜预言，谢谢。来，请我们谢谢我们2位漂亮的主持人，以及我身后的我们郑老师所领导的我们太鼓队哈，还有在座的有我们副议长、秘书、正秘书千亿元。林展毅老师，我也有看到站得高高的我们森哥在那边哈，森哥今天穿得很花哈，很客家花，很给他掌声好吗？对，给他掌声，非常的标准哈。他变更可爱了。我想，我们的徐县长也到台前了哈，不好意思，县长请上台好吗？请上台。他是我们苗栗国的国王，大家认同吗？认同的掌声来一个！来欢迎我们的徐县长，欢迎！来，我们用尖叫声加掌声来一个好不好？今天我们主办单位林展毅老师哈，还有陈永贤的夫人瑞琴，以及光鲜我们的陈议员，还有代表张淑芬议员的哈，我们的曾秘书，以及美芳哦，对美芳，还有佩奇哈，以及在场的歌唱班的这个老师啊，哦，还有各位班员以及与会的，今天马上要表演了哈，郑老师，今天是我们歌颂舞动客家展艺新风貌的一个活动在我们的义民庙广场来举办。那这个名字来起的真好，它叫林展艺，对，展艺，然后展艺新风貌，是这个还很有押韵啊。好，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338哦。大家真的要很感谢林展毅老师。那么我在当县长的时候啊，大概前5年前，他就主动的来找我说，我们苗栗县啊，欠客家人一个这个公道。我说怎么讲？完全没有帮我们客家人去做规划啦，做表演。我听了他一席话，我说那你赶快做一些计划来，然后我补助给你。然后第一场就在我们的苗栗县政府的这个中正堂来做一个观摩还有研习。第一次啊，还差强人意。当办第2年的时候，就爆满。我说，就这样一直慢慢的把客家的歌谣把它带动起来。这个要掌声好不好？真的一定要掌声哈！安子生。强求我的球队的某宽的，对啊，我想我们啊，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身为一个客家人，至少母语还有客家的安讲的精神，没讲平安你刻苦耐劳。克勤克俭的精神我们要把它延续。当然，在场的这几位，包括张淑芬副议长啊、光鲜啊，还有我们的陈永贤每个人都捍卫我们客家人的权益不遗余力这点值得给予高度的肯定。好，那我就再次的感谢各位，过去这个从政30年，受到我们同分乡亲的爱护然后今年功成身退了也感谢各位有机会常来看大家借此机会，谢谢各位对于我们客家文化的传承，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客家的一个族群的一个认同，再次的表示感谢。我们一起来为客家来加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什么大啊？安子生，谢谢。安子生，我们徐县长，生哥照顾按法条。生哥什么呢？体验照，谢谢。徐县长，你也可以这样穿啊，然后跟郑老师一起学太鼓啊。你们要不要收我们徐县长？
做法上面面包都把黏。不，你看森哥多帅，森哥帅不帅？帅。啊，几岁？慢，你做的做改良式的啊，哈，改良式的哈。好，来，我们先请我们的淑芬议员的秘书，对，郑秘书，掌声欢迎。好，我们的徐县长先请回座。我们县长哈，然后陈永贤的太太哈，然后我们陈光宪议员，好，然后理事长，然后2位美丽的主持人，看到台下这么多人，我实在有点紧张啊，手在发抖。是太漂亮了吗？对，太帅了，对不对？帅的帅，美的美。你们没有掌声像话吗？小弟在这边代表张淑芬副议长哈，问候大家，因为他在永正宫还有一点事情，等下看看那边忙完了有没有办法赶过来哈。因为好啊，一定要过来。对，我等下回去跟他讲一下，因为各位知道接着4月7、4月8、4月9 3天妈祖绕境嘛哈。再请大家帮忙一下，淑芬副议长在永正公司担任主任委员，那我这边是担任副主任委员哈，所以真的请大家帮忙，到时候妈祖圣驾到你们家前面，或者是到相应的地方，就请大家踊跃来参与。那等一下活动有空的人就可以进去义民庙里面，享用客家码起拔案。他家起拔案永正宫这边无限量提供，生态天做一抓5%，没有不用搞多，有看到，有这边汤摸的都给，好，谢谢哈。那在这边再次代表张淑芬副议长问候大家，我们祝福这一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安子生，有得年轻多啊，是啊，有7、8后生的，用啥？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要把它吃光哦。好，调分新一版，看呢调分呢啲奉送喺新丝要特別大家要聽下來做就參與你今年我真嚟少見，你移民咧，總幹事，我們李文義李總幹事，李總，大家掌聲，他在裡面聽得到，好不好？還有也非常的感謝，非常的歡迎我們義民廟的處長楊子基楊處長，謝謝安子生，非常的節目嘅廖大弟今日節目真係非常的精彩，對，就三下來欣賞安尼精彩節目嘅表演。首先第一個節目係昌明勇老師嘅太鼓好，今日帶來兩首歌曲係客家本色，老師們愛聽，大家係咪俾佢哋掌聲鼓勵？掌聲鼓勵。我们森哥也要准备了哈，森哥的好，谢谢。
哈，哎，这个要是滚的都好用呢，这大声音呢，啊，无就来大糍粑的，哈，我再来做水饺，可以做的动作的哈。好，再来听艺术的国艺术国脚，脚，哎，谁会按谁会键？按奖？谁会按奖？也拍拍手。台下要不要唱？来，台下的，来冲啊，你冲啊，来冲啊！硬冲硬讲哦。就唔会唱，谢谢，谢谢，真有才舞队所带来了两首精彩大鼓的表演，今后了，袂放呀吼，按道理吼太子的哈，对哦，大鼓以后哈，就要上啊大年嘞。你唱歌你看起来健康健康上啊，对咪？最近啊，你要平均起来有70岁以上，真的啊，不止哦，要平均起来80岁有几下赞啊！按叫好梦，按叫好梦。
的松山菜茶。将这样来主持人举手，各位会兄会姐，大家好。好，再来这首松山茶汤。云兰小姐哈，伊刚刚讲的呀，迄咩平板，迄咩平板，迄冇，说有挑的，有挑嘛吼，嘿啊，你上个要就咩平板啊，伊平板剪起来甜甜啊，好，安姿生，安姿生啊，好，谢谢谢谢哈，来，好，够多生了嘛，就一条线了。进武道团所带来的大笑江湖众神啊！来，掌声鼓励！回首那流星满月好，暗香两
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和日来得刚好，谁比我的武功高？大象一声的东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江河湖波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最难受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和日来得刚好，谁比我的武功高？大象一声的东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江河湖波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最难受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和日来得刚好，谁比我的武功高？大象一声的东山摇，江湖危险快点跑，江湖危险快点跑。大家去到顺风吼，行係山的吼，安尼拍那邊還是短條，拍一行還是兩一行，他可以大小江湖，非常謝謝暗子生，謝謝哇！我最喜歡扇子舞的夏天。真的，给怎么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冇中央哈，暗子生同江沙琪哈，同江舞头团。椅子不好站，椅子太软了。安定一下，中山过年嘛，掌声鼓励。水
个跳舞也大字抛的呀，充满会暗的，跳得动好啦哈，嘿，里面有水果的，哈，有大字抛的，哎哦，你看啊。鞭炮为你响亮，哦，为什么你们的心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什么？对啊，他们的心长得太下面了，做单了也水，臭霾气，臭霾，但是体会又种水里，水里，因为水里这种材料青年氛围多诶，会多诶，整带等高了。
人哈，上手结婚好的啦，做到按夹，快。
哎，有奖就是有讲话，你们回答。你哥哥来的谈清楚哦，耳朵借给我们啦。因为有礼物哦，这个礼物听说还不错，只有2份，2份，所以呢，物以稀为贵。哦，你们都知道啊。对啊，就像只有我们2个人，只有我们很贵的。讲乜解？讲乜解啊？讲乜解？提高身价。啊，认真的来探哈，探清楚哦，探清楚哦。来，安尼呢，美丽烟连续哈，连续1到2得到。来，先来讲，安尼推广客家话，客家话尤其安尼美丽烟，客家派烟。故说安尼才来懂得的地方，就要有课语环境，对吗？哈，故说要讲客家话，讲客家嘿，不论很多的公共场所，也系公部厕所，对吧？公部门，公部门，公部门。好，没关系，我们先问一题哈。最好讲大家多多来讲客家话，错哈。再讲客家话，安尼有题目，我来问大家。今日今日呢，你的主题就是左松梧桐客家战役新风貌。战役新风貌，迄乜个意思对吧？你林展毅老师爱去整容其实他办有新风貌出来了，嘿嘛？来，还办整容哈？啱啱因為是但，对，其實佢係做咗好嘅啊，係嘛？開玩笑，然後嚟題目就係講咧，你美麗煙呢，連續1到2年得到呀，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同行語言，通行對，特有一個上司就係美麗煙，連續1到2年，你只要比1、2、3、4哦。那安尼同行的客家话，来做一下我们的GU的部分。美丽烟连续1到2年，1到2年，到了行语肯定。喺新年，你係呢新年啊？還想新年？對呀，來，我們先放下來，哈。這邊一北去哦，哈。幹嘛一直北的？好，來1、2、3。後面那個北北，就是北北啊，來1到2年，幾年？只有一個機會哦，幾年？是答對的機會。你比2隻手呢？2隻手是10年呢，是嗎？10年？幾年？他比2隻手說10年，10年了，10年不對，10年嗎？對不起，真的是10年，不對，好，來放下來，來準備哦，來1、2。為什麼你講2大家都舉手？為什麼又到3呢？來1、2、3，好，後面那位幾年？4年嗎？錯。來，再換你來，好，來放下來。2、3。好，那位姐姐，小姐姐，幾年？哪個小姐姐？那個小姐姐。錯。連續得到GU通行語言，對，到底是多少年？是上個月的苗栗還有特別講這個新聞，對，而且呢，每年都拿到500萬哦，硬爆班哦，剛剛誤導他們方向，他們都信呢。講了1年，是最美的2位主持人啦，還有我們的展毅老師，以及我們各位舞蹈協會的泰國泰記、泰家中、泰家下午好，下午好。很開心，我們今天來參加我們今天舞蹈的活動，來推廣我們客家文化，那一直來延承下去。那在這裡也祝福今天的活動圓圓滿滿，那也祝福今天與會的長官以及我們的嘉賓身體健康、平安心想事成，有個美好的周末。謝謝。謝謝，也希望我們議員呢以後呢多多的來給我們本會除了人力物力，當然還有財力的資源好，謝謝。提供大家眾賞鼓勵，掌聲鼓勵。好嘞，想好了，安尼像安尼啦，那你烟头发国务推动 PFA 总干事来做一個節能減碳的宣導哈。總幹事，哎呀，節能減碳宣導啊，老客家部會嘛，
也最简单、最便宜、最强烈嘅能源嘅嘛，有卖点哦。好，这样呀，各位，上来讲啊！太上来了，他讲。他说自己跑步最节能啊。核能发电。答对了，大家有意见吗？核能哎，等一下。不是核能啊，不是哦，是绿能哦，是绿能吗？光电哦。没有，是目前啊，不是目前没有目前哎，目前啊，那讲一下新的啦，你还按要节能减碳，按要节能减碳，自由发挥，我教啊，他搞高中啊。没有人在的时候，电动就把它关掉。哈，对，没有用的电器用品，它会把它卡掉。对，这样就可以了。还有没有？节能减碳。对啊，尽量不要坐电梯。不要坐电梯，搭乘公共捷运系统。对，大众交通捷运系统。体式上查。体式上查。几岁吧？我听过。随手关灯。冰箱少开。冰箱少开。对的，冰箱少开。能够吹电扇就吹电扇，不要开冷气。开冷气要26度以下。21度以上，对不起，讲错了，以上。救命哦！他敢告外币救命哦？要不要给他？歪了，好。你们太好了，你们太人家看人家兄弟啊，勇气可嘉，谢谢，勇气可嘉。谢谢。去真了啊！好，台下们以掌声鼓励。来，客家热舞，有嘞。好。
德武跟张平文，总平文。单人歌曲的脑通法，忙结婚就要闹的啊，快点用买饮料。好来，我们邱可芬老师的团队，我们下一场哈，请准备好，来，大家桌上分享给头。脑洞法，大家好，我是总评论。大家好，我是小队部，是否主持人嘅介绍？没有掌声吗？掌声在哪里？老多偏太多，两人來對看，同福老無唔講係笑，也係笑容。你弄來弄也冰凍，大家放啲老用用。怎么那么好？有女生主动牵你，姐姐也来牵一下。牵一下哦。那旁边的翠芳老师要不要一起那个一起牵一下？就好，干嘛牵他？没关系哦。好，待会的歌曲脑洞法，要给林正英老师做新唱的歌曲。老师，你的歌哦那么厉害。其实这是老师有帮忙。真的有董木堂呀。我们的编曲老师也在现场。编曲老师在哪里？那一位徐仁群老师。凶手。徐老师啊，真的非常非常棒。那我空口啊。脑洞法，这首歌我没有想起。谢谢大家，谢谢。来，你们手牵手从前面走，我们再来一次哦。已经完成婚礼了。送进洞法，暗自谁暗自谁。来，邱可芬舞蹈团。
春，我在眼睛上一条河，也嘅太陽愛到心肝土，打開你行記起處，那就像很多路和 Las Vegas 嘅路，用上數片數嘅要天，千八七八天朝中央。就像很多路和 Las Vegas 嘅路，用上數片數嘅要錢，千發千發天朝中央。And you're Mr. Wonderful， 愛喜愛嘅 beautiful， 我聽到嘅我很快樂，本嘅聲音我幸福。And you, Mr. Wonderful， 愛喜愛嘅 beautiful， 我命中的我很幸福 ，Believe me。And you, Mr. Wonderful， 愛喜愛嘅 beautiful， 我命中的我很快樂，本嘅聲音。幸福 ，And you, Mr. Wonderful， 愛喜愛嘅 beautiful， 我命中的我很幸福 ，And you, Mr. Wonderful。闭嘛干，你知道？你刚刚都抖嘛干，因为要闪仗哦，向着我们两个在旁边那边抖啊，然后我们就很近距离的看到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觉，太厉害了，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我简单了。还有点用，嘴一来抖起来，感觉真有个感觉。对，非常有魅力的抖，你看，啊，像我们是谁？比赛一样，比赛。我们是美丽的抖。比什么过宽哈？按姿势经典哈，邱可芬老师赞，厉害厉害哈！好来，我们的朱鹏君，好，朱鹏君要带来一首后台歌曲，好，老哎你也有关系，有关系，不错，带来歌曲是《引领全球你明呀》，来唱给出潮，那我们耄耋歌唱班唱准批，主持人，从跟朋友大家好，因为松条。跟我们印尼也有关系的歌，《引领全球咪咪呀》，也是我们是国宝大师林采艺老师写的歌。大家立正站好。我们老师已经开始立正站好了，现在咪咪呀，头前这个带来的是股票。
中相见你天地，总好且意不中意，天台千百一生风月不归一总分不息。可英雄铁马步，一名流风干烟修，一名呀，此后此拜佛中一名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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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中一名呀。明月千秋一名呀，谢谢我们主持人。操作一名呀，来把众赏来鼓励啊！盘古燕兄弟，总好铁当心，共口中兄弟。千天地，总好且意不中意，天外千万里，一生风天不归依，从不息。一样，一颗英雄铁塔。一名流风干烟修，一名呀，四海成百个中一名呀，火中一名呀，火中一名呀，火中一名呀，明月千秋一名呀。火中一名呀，火中一名呀，火中一名呀，明月千秋一名呀。什么来啦？NCC。带来亮叔火场给你力千秋一名呀！谢谢谢谢。哎，用什么出来？比起来 Q 起来赶紧播哎！会自动的。我们两个刚刚为什么就这么有默契又出来？还可以硬宽男女。帅哥啊！帅哥赏你哦，一定你想哈，重要比宠啊！好，好来我们的耄耋歌唱班，耄耋歌唱班来唱怂台啊！来我的耄耋。作為嘅神父，當然非常嘅強，非常嘅法理，講哈。
安尼来让咱的先来欣赏安尼青年舞蹈团带来客家咏曲，掌声鼓励。真的是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连她老公都把她带出来跳了。哎，你跳懂多年了呢？我们这个老公跳很多年了呢。对啊，我都一直把她融入是女生这个行列了。有通用的戏曲，通用的，错。